来看咱云林县元长国校啊，今年第9年举办骑脚踏车熟悉咱的故乡。这个带领呢，就是特别毕业的小朋友啊，咱来骑脚踏车来看咱较早毋捌看过的故乡的这个风景。差不多40公里长的路程啊，咱会当贴近故乡的风土，咱嘛做伙来欣赏。 云林元长国小今年搁再办脚踏车的宽享活动，带61个毕业生来拜访元长兄弟出名的景点。从学校骑到这边的风景很漂亮，也骑起来很舒适。之前没有骑过那么远，但体力还 OK。我很期待接下来的行程。感觉到园长其实蛮大的，各式各样的田，然后每个田里面都种不同的东西。元长国小指出，希望透过行程，让学生更加熟悉故乡，莫思考要安怎替故乡带来活力。到我们整个园长乡去了解一下。 我们园长乡有哪些景点，还有一些特殊的产业。北港交界有个青木食品行，到榕树墙去采柳丁，再到路北社区去钓鱼。那下午我们会到社区的莲师大殿去了解藏传的一个建筑，还有蔡秋桐故居以及白水咖啡。骑脚踏车宽乡，相信会当让毕业生难忘的记忆，嘛提升对故乡的关心甲认同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